黄鹤楼，武汉那边《三国演义》里面周瑜请那个诸葛亮的地方。赵子龙要帮助诸葛亮帮助诸葛亮脱身了。周瑜在黄鹤楼宴请，诸葛亮是要害诸葛亮的呢。诸葛亮智慧就才能有智慧才能脱身啊，智慧就是护身符啊。早期黄鹤楼3楼，后来变5楼，现在画面看到了，可能是9层楼。20世纪了，看到1981年。高楼可以看到那个武汉大桥、长江大桥。